其實重建社區係咪就係想趕走班窮街坊呢？因為我要帶去邊度 ？Let's go！ 啲人成日覺得深水埗好多窮人，但係貧窮委員會公佈嘅數字話觀塘先係最窮啊！重建之後，啲萬零兩萬蚊嘅新樓，同埋嗰啲幾千蚊嘅4、5、60年樓呢，即係一街之隔，個樓面呢，起到好似皇宮咁，但係一出嚟呢，就好似街市。我成日覺得呢個畫面好搞笑嘅。重建之後，原本嘅鋪頭呢已經安置晒入商場入邊噶啦。商場上面嗰層呢，有提供3年嘅特惠租金，大概係市價嘅一半。不過呢，好似已經過咗期，唔知而家狀況係點。搬咗落下面嗰個裕民市集就慘啦，真係人流好少啊！有啲鋪頭係全日都冇生意啊。題外話，呢度啲嘢真係平到黐線，大概係20年前嘅物價。推介大家有生活用品嘅需要，可以去睇下。有時候我會諗，重建一個地方，目的都係為咗嗰個地區嘅居民有更加好嘅配套設施生活，將啲窮人或者舊嘢趕走晒，嗰啲賠償咧又唔夠錢去俾佢哋喺同一個地方嗰度買翻啲新樓，咁原本喺度住嘅人就自然會離開呢個地方，換咗一批有錢啲嘅新啲嘅人入嚟。咁改善咗嘅社區，仲係咪屬於同一班嘅持份者呢？咁如果原本嘅居民都冇份享受重建咗之後嘅社區，咁呢個重建係為咗咩人而設嘅呢？舉步兵咁行咗1步啦，聽日再行過啦，拜拜。